罗莉亚爸爸想，这是安怎？你休假嘛啦？安尼要安怎？你需要放轻松一下。放轻松？要安怎放轻松咧？爸爸想，你赶紧想办法。一个囡仔。一个囡仔会当创啥咧？Hello， 阿金。哎呀，你哪伫遮？嘿，忘掉，你演员好朋友阿英，嘿，雄雄出现伫遮咯。你是来表演哦？无啦，我毋是来表演的啦，我是听到吼，你的爸爸兄吼，甲我讲，阿金需要放我轻松，所以我就出现伫遮。你会晓讲话？毋是爸爸兄讲的，是伊讲的啦。安尼，今日呢，我有吼传一个物件，要来教你安怎来放我轻松。要安怎放轻松？来，今仔日吼，要来做这个。心态板。心态板？无是啥物？嘛会当讲是心态干仔。咱就呢准备一个干仔，搁一寡石头啊、土啊、植物啊，然后呢，搁加淋水。安尼呢，伊就会当伫即个干仔内底吼，家己生活甲足好的哦。这神奇哦！无毋对，毋过呢，即个伤细个，我传一个另外一个较大个。来，要安怎做啊？咱来先准备一寡材料。准备啥物材料咧？来，咱来看所有的材料有啥物呢？来，若要做生态干仔，咱第一步就要有干仔，搁来，咱来准备这泥炭土，搁有石头啊，大粒的甲细粒的，然后呢，就是这青蹄，搁有这虎蹄，搁来上重要的就是咱的植物，这或者高姜，然后呢，搁选一个较细丛，你足介意的植物，安尼就会使啊哦。好，安尼咱即马要来开始来做咱的生态干仔哦。来，第一步咱就是要先准备这干仔。你敢知影这生态干仔上下底爱用啥物呢？爱用石头。你拢摕出来。我摕出来啊。对。毋过你敢知影这细粒石头甲大粒石头爱用对一种呢？我唔知。你唔知吼？咱伫咧土骹吼，咱这个土地吼，咱这石头啊是为大粒的甲细粒较沙啊，有无？所以上下底一定是上大粒的。伊有粘厝的。好，过来吼，咱要甲这石头啊吼，甲倒入去咱这干仔内底的时阵，爱细支，爱轻轻啊放落，无吼，这干仔若破去吼，就规个废去啊哦。安尼会破去？有可能。你干仔若讲吼伤薄的话吼，伊就会破去。咱就豆豆啊放，先放一寡，有放一寡了吼，咱这个去甲这石头啊倒落。要倒偌济呢？来，咱甲看卖吼，我即马是全部拢甲倒落，毋过我有算好啊。咱差不多呢，为下底来甲看，差不多2公分的宽度。过来呢，咱就来放这个虎蹄。好，过虎蹄呢，袂用直接甲放入去哦，伊爱先浸水所以咱即马把这虎蹄放入去这个水内底。为啥物伊爱浸水？因为吼，伊爱浸水浸过了后吼，伊才会膨起来。伊吼上重要的是要做吼，咱等下吼，搁要下这泥炭土，咱来甲伊甲这个石头啊甲分开，安尼好。了解。咱吼浸水浸了以后吼，手小可甲蹬一，甲伊水分吼，甲蹬出来。好，蹬出来了后，内底若有一寡即种较重的啥物的，吼就先甲下边毋免放入去。放入去干仔内底的时阵吼，咱就豆仔较温柔的，甲舔落开，
互大家种每一个石头仔顶悬吼，拢有即个菩提，安尼就好啊。过来，咱就要来放即个泥炭土。这泥炭土咧要放偌悬呢？差不多一支枕头啊。嘿，一节。好，咱即摆就甲这土甲倒入去。好，咱土甲拢倒落了吼，轻轻啊，轻轻啊，试试咧，小看就好。因为咱等一下吼，咱就要来准备，甲咱的主角下入内底哈。这个主角呢，就是高姜，因为伊是桂类，所以伊伫即个环境吼，较有法度活落来。嘿，咱即马就爱甲先甲揢出来，来，先甲这揢出来，揢出来啊！这拢土对毋对？这土咱拢无爱，嘿，咱完全拢无爱，咱所以嘿。可能伊毋是泥炭土。嘿，伊就是毋是泥炭土，啊，所以吼，咱互伊一个较单纯的环境啦。浸水了后，你着用你的枕头啊吼，啊小可甲背一下，啊，你有看到伊根无？伊根即马拢伫遮。今仔拢一只啊，即马顶头还佫有一寡土，咱着尽量啦，毋免讲用甲完全足清气的，毋免，再甲挽落掉就好。咱就摕咱要爱的这个部分就好。好，就差不多安尼。好，安尼，吼。互伊的环境较好。嘿，然后咧，咱咧种这时阵吼，咱要先知影讲，咱正面伫倒位。比如讲，我安尼看过。正面是遮，嘿，所以我安尼甲种入去。啊，种的时阵呢，咱着小可甲这土掰开，嘿，挖一个坑，互伊，啊，然后甲种入去内底。种入去了后，咱才搁用土甲扛起来。只要伊的根吼有伫内底，安尼就会使啊。这嘛是共款，摕出来以后呢，咱嘛是毋免规丛拢甲用，咱就是用咱要爱的所在就好啊。好，我要爱这个部分，所以我只要这一点点仔就好啊。哦，你看这就足好用的，水拢入去，伊就足清气啊，嘿，这足紧的。咱个来甲种伫个边啊，啊共款，那土先甲掰开，啊甲下入内底，啊土搁甲摊起来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一步，咱来喷水。喷水了后吼，这一物伊才有法度甲土吼夹做伙。头前吼，咱就是甲种了以后吼，咱就先喷水就好啊。先互伊甲土吼小可夹掉咧。安尼咱等下吼，咱要来做其他的代志吼，较好做。咱种了以后，咱就会当来做这有这啥物？这是啥？青提，青提要安怎用呢？咱就甲拔小可一点点仔，一点点仔，啊下入去内底，啊放伫土这顶悬，咱就甲每一个所在拢放伫这青提，上下骹嘿，草啊。无毋对，伊就亲像吼，咱去外口耍，啊，咱伫咧迄个草仔顶头安尼走共款的，咱就来甲做一个草仔伫遮，啊青提吼，伫这生态干仔内底吼，足重要的，因为伊是咧负责喘气的。啊，咱过来吼，咱就是甲这全部有土的所在拢甲砍掉咧，小可甲饲咧。有这个真正无共款。嘿，这甲下落了后吼，就感觉足水的哦。就感觉变800块啊。无毋对，咱物件就是爱水吼，水吼，咱看着才会爽快。好，安尼咱青提就种了差不多啊。因为咱即马敢若咱大家来看卖吼，嘿，即马是这咱的正面，嘿，啊即马敢青色，我感觉这个色吼还无够，所以吼，咱甲淋一寡石头，嘿，甲做一寡，互伊较好看。有哦，嘿，有迄花园的感觉。嘿，亲像花园，咱拢会放一寡石头有无？嘿，共款，毋免伤济，一寡就好啊。好，过来，这细粒石头对毋对？咱搁放一寡较大粒的石头啊。下底这是啥物？这个高姜的边啊，安尼有亲像一个树仔边啊。嘿，啊有两个石头啊，啊踮遐咧互人休困。啊是啥物人要来休困呢？咱的水家好朋友。水家兄。嘿，水家兄。好，咱最后一步呢，就是爱先甲这生态干仔的边仔吼喷水，因为咱这干仔边仔吼，拢安尼垃圾，咱头下土啊，下植物啊，所以拢有用到，咱就小可喷水，甲用啊清气，啊，互水家兄吼嘛小可淋一下雨，无要紧，
好，咱就用纸呢小可切一个，边仔这垃圾的所在小切一个，啊位内底小可切一个，切一个。上重要的是你的正面吼有清气就好，啊其他的所在吼就是莫伤垃圾，安尼就好啊。咱最后一步哈，咱就要甲水甲下入去这内底，啊上好呢是当用纯水的，嘛就是讲迄个蒸馏水。蒸馏水，嘿对。蒸馏水是啥物水？蒸馏水吼，咱就是吼，毋是水道头安尼开迄种水啦，咱就是吼煮过了后，顶悬咱毋是有足这个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足细粒的迄个水滴啊。所以你爱收集遐的水。哎，毋免，咱即马伫迄个，你去买花水，市还是？毋免，你毋免去花市，恁兜 7-Eleven 就有咧卖啊啦。哈？恁兜迄个巷仔口 7-Eleven 内底就有咧卖，顶头只要写纯水的，就会使用啊。嘿，啊，然后呢，咱就甲这纯水吼，甲倒入去，啊，倒偌济，敢知影？咱共款摕起来，这石头啊有无？这条线，咱就甲倒到这石头啊这个线就好啊。啊，拄仔呢，咱有压水啦，所以吼，毋免伤济，毋免一下甲用伤济入去吼。咱就豆豆啊看，哦，差不多，即马头一只，嘿，伫石头啊这条线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咱即个生态干仔就真正完成哦！哦耶！哇，阿英，真正是足水足够水的。是毋是足够水我真的？正是放轻松啊。放轻松吼。有。我感觉这只水鸡共款。哦，甲水鸡遐共款。啊，放好轻松的，咱吼人就会爽快，对，较无压力，安尼。好。所以乐利亚爸爸兄，后摆见面咯。高姜、石头、青提、好提。